Hello，大家好。你有冇發覺改變某個信念好難？你明明知道你自己係夠好嘅，但係內心總有把聲音話你唔夠好。你明明相信自己，但係一遇到挑戰，舊嘅反應就會自動出現。你試過正面思考，試過肯定語，試過冥想，但係呢啲深層嘅嘢就係改唔到。點解？因為你嘅大腦已經鋪好咗一條高速公路，而你嘅新信念只係一條泥濘嘅小路。今日我會同大家深入咁講解 Sal Rochelle 喺佢一本書《Life on the Cutting Edge》入邊一個核心概念：神經可塑性與信念重塑。點樣用科學改寫潛意識，重塑大腦回路？我會解釋乜嘢係神經可塑性，點解佢改變咗神經科學，點解改變信念咁難，大腦嘅高速公路效應係點樣，點解重複係改變信念嘅關鍵，乜嘢係21日同埋90日嘅神經路徑形成時間表，點樣用冥想利用神經可塑性高速鋪設新腦，同埋最重要係一個完整嘅21日信念重塑計劃。好，我哋準備好，大家一齊開始。喺20世紀前期，科學家相信大腦係童年之後就固定咗，你冇辦法改變。如果你個大腦受損，就永遠都好唔返；如果你有壞習慣，就好難改到。但係20世紀後期，神經科學家發現呢個觀點係錯嘅。大腦係可塑嘅，佢會因為你嘅經驗、行為、念頭而改變。呢個發現叫做神經可塑性。可塑性嘅意思係你嘅大腦好似一塊可以重塑嘅泥膠，每一次你重複一個念頭、一個行為，你嘅神經連接就會強化；每一次你停止一個念頭、一個行為，你嘅神經連接就會弱化。一個重要嘅原則，一齊激發嘅神經元會連接喺一齊。換句話講，你用得越多嘅神經路徑會越強大，你用得越少嘅神經路徑會越弱。呢個發現對信念重塑有乜嘢意義？你嘅每一個信念都係一條神經路徑，你每一個我唔夠好嘅念頭都喺度鋪緊一條路，一條越嚟越闊、越嚟越快嘅路。相反，你每一個我係足夠嘅念頭都喺度鋪緊另一條路，但係呢條路仲未夠闊。作者指出，神經可塑性係靈性成長嘅科學基礎。當你改變咗你嘅念頭，你改變埋你嘅大腦。呢個唔係正面思考嘅心靈雞湯，而係神經科學。用我唔夠好呢個例子，佢就係一條神經路徑。你可能行咗呢條路幾千次、幾萬次。童年嘅時候，父母可能講過你點解咁蠢；學校嘅時候，老師可能講過你唔夠努力；社交嗰陣時，朋友可能講過你唔夠靚。每一次你嘅大腦都行同一條路，我唔夠好。幾年之後，呢條路已經變成一條8線行車嘅高速公路。點解改變信念咁難？因為你嘗試用一條新嘅路取代一條高速公路，新嘅路仲係好窄、好崎嶇，冇路牌、冇街燈，雜草叢生。舊嘅路，高速公路又闊又平坦，有街燈，仲行咗幾十年。你嘅大腦會自然揀快嗰條啦，即使係舊嘅信念。唔係你唔夠努力，而係你大腦結構嘅問題。一個比喻，想象你由 A 點去到 B 點，你仲要趕時間，你會揀邊條路？當然係舊路啦。你嘅大腦同你一樣，都係想慳時間、慳力，行最熟悉嘅路。但係如果你有足夠嘅信念去建立呢條新路，就算第一次行，你覺得好難行，你唔知點行，你個大腦仲會滑返去舊路。第二次你再試，冇咁難，但係仲係好崎嶇。第10次開始順少少，
第100次開始有啲習慣，但係舊路依然係白線行車。你需要嘅係繼續堅持嘅重複。你可能聽過重複係學習之母，但係點解重複咁重要呢？神經科學嘅解釋係，每一次你重複一個念頭，喺神經信號入邊有一種物質會增加，而呢種物質就好似絕緣體咁樣包住你嘅神經纖維，佢令到信號更加快、更加順同埋更加少干擾。呢種物質就係鋪平你嘅工程嘅物質。另一個比喻，想象你喺森林入邊開一條新路，第一次你用刀斬開啲樹、草縫，好慢，好辛苦。第10次條路開始隱約可見，第100次路開始明顯，可以快步行，第1000次路已經變成標準嘅小徑，可以輕鬆行。研究發現，科學家研究點解專業嘅音樂家、運動員、棋手咁厲害，佢哋發現專業人士嘅神經路徑有更厚嘅呢一種物質，唔係因為佢哋天生聰明，而係因為佢哋重複咗成千上萬次。你可能會問，我要重複幾耐先見到改變？21日，21日效應。研究發現，大概需要21日嘅持續重複，先可以鋪好一條新嘅神經路徑。21日之後，新路開始變得自然，你唔需要用力去行，舊路開始被荒廢。但係21日只係開始，21日之後，新路存在，但係仲未穩定，大約需要90日嘅持續重複，先可以令新路自動化。咁樣90日之後，你唔再需要刻意去想新念頭，新念頭會自己出現，舊路線會慢慢作廢。作者解釋，你仲可以進一步用你嘅感官同情緒，進一步強化呢個過程。當你喺深入禪修入邊，你可以講出肯定語，你個聽覺聽到，想象肯定語以光嘅形式寫入視覺，感受肯定語成真之後嘅身體感覺。如果可能，聞到一啲相關嘅信念嘅氣味，咁樣你就係將你嘅感官植入我係自信嘅，用聽講出我係自信嘅，睇想象一個自信嘅你企直抬頭微笑，感受自信嘅身體感覺，胸口打開，呼吸順暢，聞一個你同力量連結嘅氣味，例如松樹、薄荷。而且我哋可以用情緒加速，當你植入肯定語嘅時候，同時感受到強烈嘅正面情緒，例如感恩、喜悅、愛，呢啲情感會令到神經嘅固定物質形成得更加快。最後，我哋會講下一個完整嘅21日信念重塑計劃。以下係一個21日嘅每日流程：朝頭早起身10分鐘，我哋進入深度冥想，用多感官嘅肯定語同埋一啲情緒感應。日頭睇到你貼喺當眼處嘅肯定語，諗一次，感受佢。到夜晚，我哋又進入一個深度嘅冥想，回顧今日邊一個時刻成功行咗新路，感謝佢，同埋感謝自己嘅努力。每個星期進行檢視，第7日你 feel 到有乜嘢唔同？第14日邊個舊反應仲未改變？第21日新信念開始自然出現未？到21日之後，繼續練習到90日，等信念自動化。最後作者係咁樣總結：你嘅大腦唔係固定嘅，係可以重塑嘅。每一個念頭都係重塑緊你嘅大腦。改變信念唔係一個意志力嘅問題，而係一個科學嘅問題。你只需要重複、重複又重複，你嘅大腦會幫你完成其餘嘅嘢。21日一條新路，90日一條高速公路，你準備好開始未？今日講到呢度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